交通部就在10月9号，正式开了一个邀集中央部会以及21个县市政府一起去讨论所有123座的桥梁，那最后他在10月9号的时候有公布，要立即维修的桥梁总共有39座，可是我们彰化县目前都没有被列管的部分，这个部分可以请县民的安心。我在第一时间也有跟县长回报，先跟大家报告，咱管来9年有就这省道的部分是咱中央在管理那有一些是中央单位就他们自己去做管理。那这一次在开会，中央也有讲说，他们未来会把这些中央管理的桥梁，也会把它在它的桥梁检测系统去做一个汇整那在我们县内，其他我们现在彰化县政府管理的就是我们的县乡道，还有一些我们的水防道路，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的农业处、城关处等等都有那在公所就是一些比较市区的村里道路，那还有一些人行天桥，这个部分也涉及到学校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是依照交通部的第二代的桥梁检测的系统我要大家报告这个系统从第一代是89年上线，第二代是105年上线那这个上线之后，它就是针对我们桥梁的每一个结构，包括基础、桥台、大梁、桥面板、伸缩缝等等，包括路灯、栏杆，每一个构件都要确实的检查那所以，而且它也要求说每2年要检查一次那我们特别在我们每年的汛期，还有台风来或者是有地震的时候，我们都要再去做加强检测，要确实在这个系统去做登录。那我们现在总共的桥梁是2552座那我们第一年办理的是我们的管理的县乡道，与县乡道的桥梁它等比较大座那所以我们把它均分，第一年就是办理县乡道，第二年就是办理我们的施工所管理的一些桥梁。交通部所公布的围桥彰化县是0所以我们的乡亲可以放心那实际上我们每2年就有一次的检测，会依据检测那逐年去做它的这个依照它的严重性来做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改善那目前彰化县是6都以外最多的桥总共有2552座桥，那属于我们县管的有691座桥，那剩下的部分是在乡镇公所的部分有1861座桥那我们呢这个后续也会再跟乡镇公所在一起看看有哪一些是急需要协助他们去做整理的，我们也会再继续跟中央来要经费一起把这些民众非常关心的这些桥的部分给这个维护好那除此之外，我们最近也盘点了我们的人行天桥各方面目前的话都没有什么紧急需要去处置的，那少许的改善目前都陆陆续续。那每年彰化县政府都有编列，像我们今年就有3500多万的这个经费在做这个桥的这个维护的相关的工作。那最近应该都陆陆续续在做发包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的乡亲可以放心，在彰化县境内，我们目前是绝对没有围墙。那但是呢，用桥的这个部分也请大家这个遵照我们的规范你们大车袂使行的所在，你定去行那会耗损到我们一些道路的部分。那我们会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桥给它这个维护好，道路能让它更平稳。谢谢大家。中央跟地方的财政都不是很理想，第一个我们会努力来跟中央来争取再来我们把26乡镇的乡镇这个相关的请进来，来看看是不是如果他们真的也想要整理的话，我们是不是用对等补助的方式来协助乡镇公所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善。是，毕竟交通是不能够完全不能等。但是都没有很紧急，没有很到危险的部分，但是毕竟在那边裸露啦，干嘛，大家还是会害怕所以要能够跟它整复起来的部分，我们希望尽快。那最近也会再跟公所来，如果说他们愿意整理的话，那大概就是对等的部分我们会做处理。